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年底哦，台北市长的选战提前开始来战咯。也毋过这个民调哦，真正就是做参考就好，无共款的机构做出来的民调就是无共款。像这个中华团报管理学会民调，卫福部长陈时中以3%的支持度赢过蒋万安，台北市的副市长黄珊珊是排第3名。也毋过，凯达格兰基金会调查。蒋万安不管是对陈时中，也者是对前副总统陈建仁，拢是赢。黄珊珊是这场战局关键的变数。到下一大选也有9个月，就已经表态有意愿的国民党立委蒋万安，到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。民进党虽然也来考虑安怎出牌，不过卫福部长陈时中、前副总统陈建仁，还有前交通部长林佳龙，拢是热门的人选。有民调显示，陈时中有33.6%的支持度，比蒋万安的30.2%搁较悬，黄珊珊干那23.3%，这嘛是少数做出蒋万安可能收袂掉台北的民调。民调其实起起伏伏都是借鉴跟参考，那不同的机构做的民调也都会有一些差异，我们都会列入内部的分析跟参考。蒋万安的部分哦，肯定要更积极啊。目前这个稳扎稳打的策略哦，可能必须要做一些改变哦。黄珊珊的部分呢，它目前是无党籍嘛，这个可以吸引浅绿、浅蓝中间选民哦。这个策略基本上目前来看是这个定调，目前是正确的哦。民进党当然是要看对手而定啊。不过，有新的民调显示，在那个对外的情形之下，蒋万安不管是对林佳龙、陈建仁，或者是陈时中，拢是超过5%赢过对手。不过，若加入黄珊珊了后，和陈时中都敢若剩差1%。如果当民众党全力拉抬黄珊珊的时候，会对国民党造成致命的打击。这个时候，民进党在台北市当选的几率就高了。首都之战当中，蒋万安有拿赢的基本盘，黄珊珊有市政资源强势进攻。民进党即马也无出牌，到底台北市的游玩是哪天？要是阁会有乌马出现？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